好，我哋姊妹們，我哋感謝主俾我哋今日有機會可以嚟到佢嘅跟前，以佢坐一會。首先，我哋預備好我哋自己嘅身體去迎見深一嘅上主。我哋掃描下我哋嘅身體，首先掃描下我哋條脊骨，我哋覺得條脊骨而家又直又放鬆，坐喺張舒服嘅凳上邊。然後我哋留意下我哋嘅呼吸，我哋慢慢呼，慢慢吸，慢慢呼，慢慢吸。然後我哋掃描下我哋嘅額頭，我哋感覺下我哋嘅額頭而家好放鬆，嚟到去。如果你覺得有啲緊，你可以輕輕用隻手喐下佢。然後掃描下你塊面，如果你覺得你個面有啲緊，你都可以輕輕咁樣喐下佢。然後掃描下你條頸，如果你覺得緊，你可以向前，條頸向前翻中間，向後翻中間，向左翻中間，向右翻中間。咁你咧左左右右、前前後後喐動下條頸，令到自己條頸咧感覺好放鬆。然後留意下個膊頭，覺得個膊頭好放鬆。如果你有啲緊，你將個膊頭推到去耳仔，然後放佢落嚟。將個膊頭推到耳仔，然後放佢落嚟。咁你有啲放鬆嘅，令到個膊頭放鬆嘅感覺。然後你留意下你嘅手臂、手腕同埋你嘅手指，你都感覺到你個手臂好放鬆。你覺得邊個位有啲緊，你都可以輕輕咁樣喐動下佢，感覺自己個手臂、手腕同埋啲手指都好放鬆。然後掃描下你個背脊，而家好放鬆。你感覺到你個背脊好放鬆。如果你覺得有啲緊，你可以擠壓下佢。你掃描下你嘅脊骨，而家又直又放鬆。你個背脊亦都好放鬆。然後你感覺到自己坐喺張好舒服嘅凳上邊，你嘅大腿、小腿同埋你啲腳趾都好放鬆。如果你覺得有啲緊，你同樣都可以輕輕咁樣喐下佢。你感覺到而家成個人慢慢靜落嚟，同埋定落嚟。然後你再慢慢咁樣翻返去你嘅呼吸，你慢慢呼，慢慢呼，慢慢吸。你感覺到你嘅呼吸而家越嚟越暢順，有節奏。你感覺到你個肺部而家好放鬆，喺度運作緊，喺度呼吸緊。你亦都掃描下你個胃部而家好放鬆，你嘅腸亦都好放鬆。你感覺到你嘅胃、你嘅腸都好放鬆，運作緊。你嘅肝、你嘅腎、你所有嘅內臟而家都好放鬆，喺度運作緊。呢個時候，你感覺下你嘅血管而家好放鬆，喺度運送緊啲血液去到身體唔同嘅部分。你感覺到你嘅身體、你嘅血液都好放鬆，喺度運作緊。新鮮嘅血液去到身體唔同嘅部分，去修復嗰啲壞咗嘅細胞，令到你嘅身體越嚟越放鬆。你感覺到你自己嘅血液喺度修補緊你身體唔同嘅位置。你感覺到你個腦、你個頭都好放鬆。你留意下你嘅心跳。你嘅心跳而家越嚟越放鬆，同埋有節奏。你嘅心跳得越嚟越放鬆，同埋有節奏。然後你慢慢呼氣，
呼到盡晒先至吸，慢慢呼，呼到盡晒先至吸。你感覺到你嘅呼吸越嚟越暢順，越嚟越有節奏。喺呢一刻，你打開你心靈嘅眼睛同埋屬靈嘅耳朵，預備聆聽三一嘅上主，要藉著佢嘅聖言向你嘅心説話。三一嘅上主，我哋感謝頌讚你嘅愛，你讓我哋可以嚟到你嘅跟前，以你坐一會。願此一心嘅上主親自開啟我哋心靈嘅眼睛，去明白一切嘅真理。奉耶穌基督名祈禱。阿門。姊妹，今日我哋要誦讀嘅聖經會記載喺歌羅西書嘅1章3至到14節。歌羅西書嘅1章3至到14節，我會慢慢咁樣讀一次。我讀嘅時候都邀請你打開你屬靈嘅耳朵去聆聽下，有冇啲吸引你嘅句子或者場景。唔需要刻意去記住背啲乜嘢嘢，你只係留意觸動你心靈嘅句子就可以啦。歌羅西書1章3至到14節，我們為你們禱告的時候，常常感謝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上帝，因為聽見你們對基督耶穌的信心，並對眾聖徒有的愛心，這都是因着那給你們存在天上的盼望。他就是你們從前所聽見真理的道，就是福音。這福音傳到你們那裏，也傳到普天下，並且繼續增長，不斷結果。正義自從你們聽見福音，真正知道上帝恩惠的日子起，在你們中間也是這樣。這福音是你們從我們所親愛、一同作僕人的以巴弗學到的。他為我們作了基督的忠心僕役，也把聖靈賜給你們的愛告訴我們。因此，我們自從聽見的日子，就不住地為你們禱告和祈求，願你們滿有一切屬靈的智慧和悟性，真正知道上帝的旨意，好使你們行事為人對得起主，凡事望他喜悅，在一切善事上結果子，對上帝的認識更有長進。願你們從他榮耀的權能中，得以在一切事上力上加力，好使你們凡事歡歡喜喜地忍耐寬容，又感謝父，使你們配與眾聖徒，在光明中分享基業。他救了我們脫離黑暗的權勢，遷移到他愛子的國度裏。藉着他的愛子，我們得蒙救贖，罪得赦免。姊妹，喺剛才嘅經文入邊，有冇啲咩嘅句子停留喺你嘅腦入邊呢？或者有冇啲咩景象？你唔需要刻意去背，你只係留意觸動你心靈嘅句子就可以啦。跟住落嚟，我都會再讀一次。今次我讀嘅時候都可以邀請你，我讀一句，你可以輕聲嘅跟我讀一句。讀嘅時候你都係留意下，有冇觸動你嘅句子就可以，唔需要刻意去背晒所有嘅經文。歌羅西書1章3到14節，我為你們禱告的時候，
常常感謝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上帝，因為聽見你們對基督耶穌的信心，並對眾聖徒有的愛心，這都是因着那給你們存在天上的盼望。他就是你們從前所聽見真理的道，就是福音。這福音傳到你們那裏，也傳到普天下，並且繼續增長，不斷結果。正如自從你們聽見福音，真正知道上帝恩惠的日子起，你們中間也是這樣。這福音是你們從我們所親愛、一同作僕人的以巴弗學到的。他為我們作了基督忠心的僕役，也把聖靈賜給你們愛告訴我們。因此，我們自從聽見的日子，就不住地為你們禱告祈求，願你們滿有一切屬靈的智慧和悟性，真正知道上帝的旨意，好使你們行事為人對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悅，在一切善事上結果子，對上帝的認識更有長進。願你們從他榮耀的權能中，得以在一切事上力上加力，好使你們凡事歡歡喜喜地忍耐寬容，又感謝父，使你們配與眾聖徒，在光明中分享基業。他救了我們脫離黑暗的權勢，遷移到他愛子的國度裏。藉着他的愛子，我們得蒙救贖，罪得赦免。姊妹們，喺剛才我哋所誦讀嘅經文入邊，呢一刻有冇咩句子停留喺你嘅腦入邊呢？有冇咩觸動你嘅心靈？你可以試下喺心入邊同耶穌分享下你嘅感受。保羅話：佢常常為歌羅西嘅弟兄姊妹感謝父上帝，喺佢嘅禱告入邊常常為感謝父上帝。當你聽到常常去感謝主耶穌基督父上帝嘅時候，你有冇諗起啲咩呢？你會唔會有啲咩都好想感謝父上帝嘅呢？亦都帶到佢嘅面前，同佢分享下你嘅感受。保羅話：因着弟兄姊妹對耶穌基督嘅信心，同埋對眾聖徒嘅愛心，佢常常感謝。我哋有冇因着對耶穌基督嘅信心，同埋對聖徒嘅愛心，我哋都去感謝嘅呢？或者有冇見到一啲人佢對耶穌基督嘅信心同埋愛心，
呢一刻你都可以要感謝上主，你都帶到佢嘅面前，同耶穌分享下你嘅感謝。保羅呢都為咗福音可以傳到去哥羅西，亦都傳到普天下，福音不停嘅增長，不斷嘅有福音嘅果子喺呢個世上。當你聽到福音會傳到普天下，會繼續增長，不斷嘅有果子，你會諗起啲咩呢？有冇咩感受想同耶穌分享下？經文話：願我哋滿有一切屬靈嘅智慧同埋悟性，能夠知道上帝嘅旨意。當你聽完保羅咁樣嘅禱告，願我哋有一切屬靈嘅悟性同埋智慧，同埋知道上帝嘅旨意。呢個經文嘅時候，你諗起啲咩呢？試下將你所想起嘅帶到耶穌嘅面前，同佢分享下。經文話：我哋有呢個屬靈嘅悟性同埋智慧，我哋就能夠凡事歡歡喜喜嘅忍耐寬容。咩係歡歡喜喜嘅忍耐寬容呢？你會諗起啲咩？試下帶到上主嘅面前，同佢分享下。經文話：如果我哋能夠歡喜忍耐，我哋就配得與眾聖徒喺光明中分享基業。當你聽到經文話我哋配得與眾聖徒喺光明中分享基業，你想起啲乜嘢？你有啲咩可以帶到耶穌面前同佢分享下？喺你分享嘅時候都留意下，耶穌有冇對你嘅分享有咩回應？或者呢此刻你都去留意下，你呢一刻你內心有冇啲咩感受浮現呢？係一啲好喜樂、好興奮嘅感受，定係一啲好無助、好慚愧嘅感受呢？你唔需要刻意去想啲乜嘢，你就係捕捉下你心靈嘅感受，然後將呢個感受帶到耶穌嘅面前，同佢分享就可以啦。或者呢一刻你腦入邊浮現咗過去一週或者過去一段時間喺你生命當中發生嘅一啲嘅事情，如果係你感受到耶穌與你同行，你刻將你嘅感受，將呢件事都帶到耶穌嘅面前，多謝佢。
如果浮現嘅係一啲令到你掛慮、憂心、唔能夠感恩嘅事，你同樣都可以帶到耶穌嘅面前，同佢分享下。亦都留意下耶穌對你嘅分享有冇咩回應。亦都用少少嘅時間去感謝深一嘅上主剛才嘅臨在，佢係透過歌羅西書向你嘅心説話。深嘅上主，我哋感謝頌讚你，謝謝你嘅招聚，謝謝你讓我哋知道，當我哋常常懷着信心同埋愛心去認識真理嘅時候，呢個福音會傳到地極，會不停嘅增長。亦都讓我哋知道，當我哋滿有一切屬靈嘅智慧同埋悟性，真正明白主你嘅旨意嘅時候，我哋就可以喺一切事上力上加力，恩上加恩，並能分享眾聖徒光明嘅基業。我哋都可以蒙救贖，因着耶穌基督，我哋嘅罪都蒙得赦免。我哋感謝頌讚你，感謝你嘅愛，感謝你剛才嘅臨在，向我哋嘅心説話，奉耶穌基督名祈禱，阿門。姊妹們，我哋一齊用耶穌教導我哋嘅禱文嚟到結束我哋嘅祈禱。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們日用的飲食，求你今日賜給我們，又求饒恕我們的罪，因為我們饒恕得罪我們的人，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拯救我們脫離兇惡，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全是你的，直到永遠。阿門。